過年需要着紅色內褲，已經準備好了喎。噔噔噔噔，我買嘅係2條裝，有1條裝，有2條裝，有4條裝啊！噔噔噔噔，哇塞！噔噔噔噔，馬上發財嗱！過年必須着紅色，着咗紅色馬上發財啊！嗱，哇睇見你睇下呢個布質順面嘅喎，嗱，質量可以啊！反轉嚟俾你睇，你睇呢啲車工嗱，以前我都係做10幾年嘅製衣㗎，做咗12年製衣㗎啊！14歲出嚟做工就開始學做製衣㗎。所以呢個車工我就知道啦，呢個車工最好就係呢種車工噶啦，呢個車工好難車噶，一圈都係呢個車工。咁樣呢啲車工咧着起嚟佢唔憂話啃嗰啲肉啊，因為嗱兩面佢都係咁噶，唔憂啃嗰啲肉，冇嗰條骨啊嘛，見到嘛？嗱。所以話呢個質量可以啊，睇下，嗱呢度都係同一，依家好流行呢種車工嘅。我以前唔係，即係車，我以前都車過呢個，但係咧，我咧車嘅就係呢度呢條，我做個工種就係呢度呢條啊。過年需要買紅色內褲嘅，加上本命年嘅，多穿紅色啊！本命年嘅姊妹們啊，多穿紅色。呢個呢個浪底係咁樣嘅啊，所以呢個全部都係順面嘅，所以質量放心入啊！最少拍2條喎，起碼夠換啊嘛，2條係一模一樣嘅。嗱，佢呢個嗱咁樣質量，你睇下呢個款型都可以啊！你睇下呢個褲頭唔會話好容易變形嗰種咁，唔會，質量 OK。放心入啊！大家都知道，我都講，我做咗12年嘅嗱，呢啲布料加埋質量車工，全部都 OK， 可以啦啊！先個幾蚊雞一條嗱，如果係本命年嘅咧，就可以入手4條嘅；如果係準備2條過年嘅咧，最少入手2條有得換嚇，放心拍。有2個。